台南的亞太棒球場啟用了，3月29號頭一場一棒的開幕戰，25000張的門票嘛攏已經賣了。也毋過最近在辦熱身賽，有球迷是反映球場賣借的問題，體育局嘛表示講會趕緊來改善。台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加做主球場，要佇3月29辦一場一棒開幕戰，這當坐25000人的大型戶外球場，這陣是全台規模上大的棒球場之一。開幕戰門票全攏賣完，安順東港有上萬的球迷會來遮。不過佇正式啟用前的暖身賽期間，真濟球迷已經對場內設施提出質疑。假如坐中間的人要出去上廁所，或是去買販賣部買東西，就是要跨過走道的時候比較難走，還有一些上下中間橫向的移動位置太少，等於說我一定要往上走，往最下面走，才有辦法到出口的地方去。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改善的地方。會借壞球啊，然後球就撞到流血。大家網絡討論甲熱噗噗，有球迷講內野133邊仔的灰無留贏帶空間，出去無利邊，觀眾是有設置鐵架加木板的桌面設計嘛有爭議。另外防護板嘛較低，若當着界外球，嘛會產生安全的疑慮。球場方向的動線無夠的問題，尤其佇內野區中段袂當互人行停當，觀眾愛設一個因煩惱若人濟時恐驚會影響疏散的效率。那我們跟統一這邊討論了以後呢，我們希望能夠拆除一排的這個座椅，雖然呢會減少一些座位，但是讓我們的球迷到了球場以後呢，他在橫向的這個走道上面呢，有一個。不會受到影響啦。除了球場設施引起討論，球場嘛佇較市外，某人咧反映交通車幫無夠。面對各種質疑，台南市體育局回應，目前也是試營運階段，會針對動線設施遮來進行輪轉式的檢討甲改善。這陣開幕戰要到啊，到底敢有法度佇大量觀眾之下來兼顧動線甲安全，正做外界真關心的重點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